咁基本上係冇人係贊成過我做呢樣嘢，覺得你唔正經或者係覺得都唔係一份工啊。咁但係可以揾好多錢嘅，亦都可以揾唔到錢，一個好浮動性嘅嘢咯。哦，一路打工一路做咯，打2份工咁樣咯，一路返工跟住一路做 DJ keep 住咯，兩個雙線發展咁樣咯。咁通常演藝事即係演藝行業、娛樂事業都係要咁樣做嘅，係啊，因為收入唔穩定，你一定要揾一份收入穩定去 afford 你想做嘅嘢咯。態度係非常重要咯，因為如果你對呢樣嘢冇呢樣嘢唔執着嘅時候，你整出嚟嘅嘢求求其其，咁你嘅表演嘅時候，啲客或者聽眾見到嘅時候、聽到嘅時候，都會覺得你好求其，因為喺聽眾嘅時候，佢會感受到你打碟嗰個氛圍啦，感受到你嗰個感染力有幾強。